各位莲友们，希望你一定要听得进去，把师父的话记在内心当中。因为最近世界各地灾难这么多，尤其台湾诈骗酒驾毒驾贩毒而且骗人到柬埔寨做一些非常为虎作伥的事情违背良心，行出对人类伤害的这种作为层出不穷。如果大家不赶紧忏悔，好好的悔过，各位，我们的灾难是不会停止的。外在的环境是随着我们众生的心在转变的。你的心善良，带来吉祥；你的心是恶毒的，灾难连连。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各位，你看这一章，平时如果多做善事，能够为自己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贡献，那么你临时何惧呢？虽时犹真各位，你平常就力行善事，慈悲为怀，帮助需要帮助的对象。那么你做善事，为自己写下历史，一个好的记录留在人间，大家都欣赏你，赞叹你。你一旦离开，他会依依不舍各位，这就是你为你自己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贡献。因为有你，很多众生苦难的人民百姓能够得到幸福快乐，当下的灾难能够得以处理。各位，你想想看，你就是为社会留下贡献。这样一个人，在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害怕。为什么？你的功德比你的罪业还多嘛，对不对你的功德很殊胜的嘛。我知道我来世会比现在更美好，那你想，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恐惧，虽死犹生。虽然他人死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了，给人追思怀念他。经常如果多行不义，不应该做的他去做了，不择手段的欺骗人，非常凶狠的伤害人，违背你的良心。如果你自己造下恶端，很极恶的事端你想想看，他处处都结恶缘，人人都是唾弃他的，在社会上没有益处，对社会没有一点帮助，活在世间毫无意义。那么这个人呢，经常提心吊胆，心里常怀恐惧恐怖因为他良心不安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有没有亏待你自己的良心？自己最清楚的。如果你一旦做了以后，晚上睡觉你会恐怖的，你得罪的人，你伤害的人，或者是你已经跟他有结仇结怨的人，他一旦往生了，心不甘情不愿，一定来找你复仇的。晚上他就在梦中一直折磨你，生不如死。就算他是活在世间还有一口气，但是比死还凄惨。各位，师父一定要鼓励所有世界各地莲友，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人有一天一定会离开的。肉体虽然会死，但是心永远存在的，不会死的。心就是你的本性，你的灵魂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你做好的事情，你的灵魂干净，那么你就到干净的地点。如果你违背良心，而且造恶伤害众生，那么你的心是肮脏的，是污浊的。那么你死掉以后，自然感召到一个非常阴暗痛苦的地点。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看到这个社会的风气越来越糟糕，每况愈下，我们看得很担忧，很担忧。佛菩萨都会掉眼泪的。我们不应该用惨无人道的作为来伤害别人，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要谨记在心，好好的念佛，好好的忏悔。阿弥陀佛。